这诗，为着教会，今日圣神讲你真领受上帝圣神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你伫历史的起头，你到世间的落尾。至圣的上帝，你是阮换命还未形成，你就伫咧个阿爸天父。你用你的圣神做阮的换命，你也用你的圣神起做你的教会。最后，你也用你的圣神，当阮离开的时，你的圣神悠远伫阮所徛起的所在。阮伫今仔日伫圣殿内底当心敬拜，恳求上帝你的圣神进入阮每一个侍奉的当中，互阮大大充满上帝你的圣神，因为有你的圣神同在，生命就永远无结束；有你的圣神同在，生命就无死失的关系的强悍。主管你的圣神充满你的圣殿，保守每一个进入你的圣殿来追求你怜悯祝福的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愿主你的圣神亲像风，亲像雨水，亲像日光，其实就是上帝你家己本身降临伫阮的中间。愿从今仔日的敬拜，恭恭敬敬交伫你的手。愿主你甲阮三角地底，伫敬拜赞美的领诗，伫圣乐队的献诗，伫书会共读圣经甲祈祷，也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侍奉的当中，包括音控的当中，主管你互阮所做的工，伫圣殿内，伫网络顶悬，拢诚做别人的祝福。所以，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将这个福音遍传到世界各角落，互每一个追求你的人，莫名其妙嘛白白来领受上帝你的听。主啊，你是无限量的，你是无所不在。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四大权能，伫今仔日的礼拜中，我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咱准备侍奉。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三甲来到主的面前，来献就咱的乐，献就咱的感谢。咱做伙大声来敬拜，咱来做伙来唱，前来敬拜。大声唱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
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哈利路亚。主，互信心充满伫咱的心中，充满伫咱的家庭，充满伫咱的教会，充满伫咱的生命当中。咱做伙过一摆，求主充满咱，充满我，浇灌我，是我灵的门铃，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
最后一首，咱做来唱，充满在这里。咱用这首歌，叫做咱回程的祈祷，求主充满伫这个所在，充满伫咱的心中。咱做来唱，充满在这里。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圣洁荣光遍满在全地，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天使天军匍匐在你面前，大能同在，充满你天律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第起百步提起，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天使天军匍匐在你面前，大能同在，充满你天律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
这里，让我们一起迈步前行，将他的荣耀全都归于你。主，阮将一切荣耀拢归予你。阿免。请咱按静心，准备来礼拜。恁着知，基督的疼，就是搬过伫人所会知的疼，互恁照上帝招庇的充满来得到充满。上帝要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宽容。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伊到万世，代代无煞。三甲来吟圣诗，圣诗55首。我信全能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你
愿徛哩，用许多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现行投胎，对真实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得来岛林来受苦。定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上中国活，上天他做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是信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国活，天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三角来启应，启应文13篇。启应文13篇，诗篇51篇。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因为我知我的过失，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尔。伫到你讲话的时，显明罪义。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求你用我出草洗我。求你洗我。求你，予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黄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教我创造清气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喙唇。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咱搁来三角吟圣诗，圣诗157首。造化的神，你伫早时，请咱坐咧吟全首。
咱三甲后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父，感谢你，拣选阮会当真做你神的百姓，互阮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今日是圣神降临节，阮要恳求圣灵来充满阮，甲阮同在，让阮分活开，也愿圣神拍开天顶的窗，对天倒落稳定的雨水，灌暗阮的生命，更新阮的生命，洗净阮过去一切的污秽甲阮的罪过，互阮搁一届会当重头生。圣神，圣神，感谢你来，感谢你来，真做阮得救的印记甲平安。你的灵伫倒位，倒位就有自由。主恳求你，互阮伫无论环境怎样，阮会当时刻确信，家己是主所拣选、所疼痛的，是你的百姓，也是你尊贵的祭司。圣神恳求你引带带领阮，打开阮的心，互阮会当晓悟做你的话，你的话语也要真做阮脚前的灯，帮助阮行伫你的旨意中，无跌到偏离。听阮的主，感谢你，享受圣神时时刻刻甲阮同在，真做阮生活中的帮助甲快乐。伫阮拄着软弱甲试探的时，嘛愿圣神帮助阮，互阮的生命会当结出属灵的果子，互阮伫生活中会当勇敢活出信仰的美好，也互阮的生命会当为主来活，为主做见证，荣耀主的名。我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信歌队。
请咱大家来恭守上帝的话。以赛亚书11章第2节甲第3节。以赛亚书11章第2节甲第3节。耶和华的神要踮伫伊，就是智慧甲聪明的神，假的甲能力的神，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神。伊要令敬畏耶和华最欢喜。伊毋是凭目睭所看见的来审判，也毋是凭耳孔所听见来议断。咱来看一节圣经，《使徒行传》第1章第3节甲第5节。《使徒行传》第1章第3节甲第5节。伊受害了后，捌用侪凭据。伫40日的中间出现，互使徒看见，来显明伊家己是我的，煞讲论上帝国的事。伊甲因自执的时，命令因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就听后辈所应允的，就是恁捌对我听见的。因为约翰用水行洗礼，独恁阁无几日，要伫圣神受洗。敬得圣灵的充满，请怎么说？亲爱的姊妹，愿恁平安。着注意，咱若无领受圣神，人生亲像伫苦海中间来过日子。经历圣神的人，要伫上帝圣神的帮助中间有活泼的活命。听道理若无圣神的帮助，基督徒半信半疑；经历着圣神的帮助的基督徒，就死心塌地、全心全意。也这咱会当做真无共款的基督徒，是半信半疑，还是死心塌地？这甲咱甲上帝圣神的同在有关系。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所渴慕的，毋是敢若听到牧师伫圣经在捌的分享甲解说。原来咱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甲上帝祷告，亲爱的圣神，求你充满我。无圣神的活命，人生亲像伫苦海中间咧着磨。有圣神甲咱撒较甜地顺，咱会感觉。咱凡事拢会，求天父上帝降临伫咱的中间，用伊的圣神充满每一个需要伊的兄弟姊妹。我嘛要鼓励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积极勇敢，咱甲亲爱圣神讲：亲爱圣神，我需要你；亲爱圣神，我需要你。我来到你的至圣所，是为着要得到你圣神的充满。但为着要领受圣神的充满，一摆伊，咱搁一摆谦卑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圣神，你的囝儿查某囝来到你施恩座前，愿期待看到你阳光的面，求你用你的面的光来看阮，用你欢喜的面来接纳阮，收拾阮清洁的心。互阮内面有正直的心，亲爱圣神，请你降临。你伫什么所在，什么所在就得自由。偷放人的妖异，除去阮心中的苦楚，互阮无搁再伫罪中拖磨。求天父上帝赏赐阮得胜的权能，伫圣神的中间自由自在。阮将今仔日的礼拜。阮所听的当心敬拜你的兄弟姊妹，拢会当伫主你施恩座前来得到圣神的充满。阮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每一年的五旬节圣神降临节，咱除了咧讲起一个历史的故事，拢是搁一摆鼓励
每一个兄弟姊妹通真捌。在咱的人生中间，若无圣神的帮助，咱有孤单，咱有无够格的开力，咱嘛有可能有信，但是咱会讲我的信无够格，求主帮助我。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告诉这毋是讲故事的日子，这是一个应允。所以今仔咱所读的两段圣经，第一段就是耶稣过活了后，伊有讲出伊的应允。除了重新去解说一解，什么叫做上帝国临到以外，耶稣讲：你著听候，因为圣神要降临恁。所以今仔日的启示录，其实是咧讲起耶稣对世间人以及军队伊的人所讲应允的话。第二段咱对到伫旧约的以赛亚11章第2节，伫迄个所在咧讲起上帝圣神若点伫人的生命中间，人的生命会得到什么种的开力？你也有讲到6种的开力，咱的教会只有讲即个当作咱的根据，得到智慧长命，得到记忆的能力，记到即个智慧的力，佮有财帛的灵。阁有就是敬畏上帝的心，所以兄弟姊妹，咱来确保，咱来认真，因为这个信仰毋是听道理，这个信仰是一个享受上帝同在生命的开始。愿咱伫今仔日咱伫主的面前，咱知影，福音是一种的财物。当你听到好消息，你无一定已经得到好消息，但是若有圣神的帮助。这个财物会变做一种肯定的盼望的根基，所以圣神同在的运数是第二个福音，伊互福音活起来。咱听真多故事，但是这故事无一定是咱的故事。但是若有圣神帮助，所有圣经的故事拢要变做有可能是你甲我，咱伫人生中间会通经历的故事。那安尼？今仔日的经文对咱讲什么？旧约的圣经、新约的圣经，佮再有就是根据。牧师要甲咱通过这圣经讲3个信息。第一个信息，这个上帝是人看袂到、摸袂到，但是伊是充满伫咱内面的上帝。但虽然看袂到伊，就亲像咱看袂到空气，但是咱逐工拢需要空气。愿天要上帝伊的圣神充满伫咱的内底。第一，以赛亚书11章第2节讲起上帝圣神的能力，甲伊同在的影响。兄弟爱认真甲背起来，因为这6种的能力会彻底上影响你的信仰，也影响你伫信仰中间所过生活的品质。第二，一段圣经中间甲咱讲。除了教会的规矩，人的礼仪用水行洗礼，阁有一种的洗礼是上帝亲自赏赐的。当圣神灌入伫咱的内底，亲像春风满面，就日日出的光，哪来哪光，亲像春天雨水润泽土地，人的生命就无搁再打扫。上帝圣神互一个干旱、抗旱的土地顶悬。要有可能养育出来上帝国的种子，亲像一粒麦啊，结穗济济。第三，伫今仔圣经中间咧讲起，当圣神降临咱的时阵，人的生命要产生什么种无共款的快乐甲改变。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祷讲，亲爱的圣神，请你来，亲爱的圣神，请你来，充满伫我的生命中间。兄弟姊妹，无论你信主几代，这个上帝是活人的上帝，毋是死人的上帝。这个上帝是甲咱伫地的上帝，对今仔日到永远。愿这个圣神将伊的面光看咱，用伊欢喜的面来迎接咱。愿这个圣神充满伫所有兄弟姊妹你的一生的内底。领受圣神。是基督徒伫信仰的旅程顶悬，咱用旅程，咱来到这个世间，亲像咧旅行。有一日终点站若到，咱爱下车。
咱换另外一帮车，亲像牧师几礼拜前甲咱讲一个英国的文学家伊所写的小说《梦幻巴士》，咱换一帮车，迄帮车有两线，一线通天堂，一线通到地狱的所在。所听的姊妹们，咱就今仔日的礼拜，咱领受圣神亲自的洗礼。今仔牧师要邀请咱，你若有需要圣神的兄弟姊妹，咱真少做花手祈祷，但是我要邀请咱来领受。检查伫今仔日的祈祷中间，你未发生啥物任何代志。牧师嘛，毋是要骗魔术，我嘛无期待我甲你花手的时阵，你有发生啥物种的代志。但是我相信，两三人组织敬虔祈祷，上帝就伫咱中间。愿天父上帝今仔日亲自用圣神，搁一摆洗清咱，用伊的圣神灌入伫咱的内底，互咱充满上帝所赏赐的福音。搁我的主耶稣伫搁我迄40天，照着今仔日的启示录，毋是启示录，使徒行传第1章，伊讲伫40天的中间，伊重新讲解上帝国的福音。3年敢无够嘛？有人听道理爱几啊摆，直到伊真正领受圣神，迄个福音才会当变做实实在在活泼的信仰甲活命。若无，咱做基督徒听真侪查经的经文，参加真侪礼拜，无所处的感动，但是将来迄个感动毋捌真做咱影响咱生命，反转咱生命，互咱的生命彻底上改变的一个关键的时刻。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甲咱讲，领受圣神的洗礼是一个基督徒顶头生的开始。独只有圣神会让人欢喜承认，伊得罪天，得罪地。即摆少年人有一个危机，就是常常拢讲我的权益，但是信仰对头到尾，毋是咧讲权力，是咧讲起机会甲救恩。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即个圣神此时此刻到永远。拢永远踮伫咱的内底。亲爱的姊妹，咱早就已经有圣神的帮助，但是每一日的帮助，每一日的帮助，拢通过祈祷。虽然圣神已经伫你的内底，伫我的内底，但是为什么基督徒逐日拢有祈祷？因为咱逐日拢需要上帝圣神不断的充满，伊踮伫咱的人生中间。拄则牧师一开始，我就甲咱讲，无圣神的活命亲像啥？伫苦海中咧行船，有圣神同在了后，真正咱会感觉无安怎无论安怎做，咱拢因为恶梦来做，无论安怎辛苦，咱拢感觉有一个祝福甲应允伫头前咧听候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第一，我要甲兄弟姊妹来尽捌上帝所予咱的能力。今仔这个圣经以赛亚11章第2节，你爱认真读，你嘛爱彻底上思考，然后你也带你的囡仔读，亲像你咧带你的囡仔读箴言同款。今仔圣经咧讲起耶和华的灵啦，踮伫以赛亚11章第2节，其实是咧讲起上帝要将伊的神放伫弥赛亚。迄个人代表的君，代表的君头，伊咧讲弥赛亚要带来上帝的圣神的能力，就是智慧、聪明、策略能力，以及知识，佮有敬畏耶和华的灵。起头，上帝将耶和华归分于亚当，亚当是无灵魂的稻草人，袂使讲稻草人，土角人。但是当上帝将伊的灵分伫伊的内底。顶礼拜咱就为着要帮助咱，今仔日这个礼拜有一个较无的心，咱就讲到，这个圣神是起头上帝的神，伊将伊的气分入伫人的中间，人活是一口气，一口上帝气甲咱三角地底，啥物叫做圣神充满的活命？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看到伊的荣耀。
凡天父上帝开咱的智慧的思考，本地咱袂当理解，但是今仔圣经讲知识的灵，这个互人会当理解的这个知识的灵，若踮伫咱的内底。咱读圣经，圣经都毋是干那一种理论，都毋是干那一种的思想。圣经就要成做一个活命的源头。求天父上帝帮咱，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既然有上帝圣神同在的人，人要成做新创造的人。所以对圣经的起头到圣经的落尾，圣经的起头，上帝讲：人既然属血气，我的灵就无上长继续踮伫伊的内底。但是代表讲，主啊，求你无恩我收回你的圣神。兄弟姊妹，你敢知这就是一个家族的祈祷？这个家族的长辈，因的先人，因的族长，伫起头的时阵写着上帝所讲：你若属血气，趁情欲，毋认我，暂时无上帝。我的圣神，我有权利将圣神收回。真侪人感觉讲，上帝既然若予我，伊就袂安那，袂凊彩收回。可惜，这叫做误用上帝的恩典。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赏赐咱智慧的灵，记载伫以赛亚第一个这个信息。以赛亚11章伊讲到，智慧、聪明、记忆、能力、财物，阁有敬畏耶和华的灵。这6项对咱的人生中间真重要，因为当上帝圣神充满咱的时，迄是能力，迄是活命。无搁再出入勉强，真侪人信基督教，真侪人跟对耶稣，骹步沉重，对甲用要对袂着，为什么？因为咱用咱的魂来对，咱无用咱的灵对上帝。兄弟姊妹，咱若有上帝圣神的帮助，咱伫真侪的主张，会甲这个社会无共款。最近的查经。牧师整理到一段的资料，有一个作者咧讲起圣经是一个恩典，伊伫迄个中间讲做一个分辨。伊讲这个世间有真侪智慧的人，咱称伊叫做博士，伊毋是东方的三个博士，伊叫做 PhD。这个博士因所讲的话是科学，是哲学，但是。这个解说圣经的信仰的长辈讲，哲学毋是神学，哲学毋是信仰。上帝的话超过人的智慧，超过这个世间人的主张。伊讲哲学是人的主张，神学是上帝的真理。兄弟姊妹，放伫你的心内想一句话：咱伫细汉到大汉，咱听偌济。这个世间似是而非的道理，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到咱一生的落尾，互咱因为上帝智慧的灵、聪明的灵，咱有正确的理解的能力，有正确选择的能力，阁有伫咱一生的艰难困苦中间，咱有策略、有记忆、有能力。伫这个世间有两种人，一种人有能力通解决问题。但是另外一种人就是无能力通解决问题。兄弟姊妹，愿主耶稣基督国我的活命，以及伊的圣神，甲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同在，也甲你的囡仔同在，互咱的家族，互咱的教会，真侪有能力解决问题的家庭。阿门嘛！愿天父上帝话亲自对咱讲。愿上帝不但对咱讲话，佮赏赐伊对天人来，起头有道，道甲上帝相加伫地。伫混沌天地也未创造的时阵，上帝灵运行伫水面。上帝讲要有天就有天，要有地就有地。这句话什么意思？上帝要互天地中间，因为伊的话来有特殊，因为起头混沌。无明，愿咱的人生是一个清楚、有特殊、有上帝的真理，为着伊的名带咱行去的路。愿咱伫主的面前
伫6项的特质的中间，最后一项讲，伊就要有敬畏耶和华的灵，伊嘛要用也敬畏耶和华做伊的欢喜。第3节，伊讲，因为伊要掠敬畏上帝，做伊一生中间上重要的代志。兄弟姊妹，拜六暗唔通熬夜，拜六暗嘛减少应酬。因为真侪时阵，人啥拜六暗，咱甲朋友吃大餐，减菜红酒一杯搁一杯，到礼拜头早咱就爬袂起来。兄弟姊妹，迄个时阵唔通搁再捧红酒的杯啊！伫电视顶观看直播的礼拜啊！牧师毋是咧甲恁讲破道的话，开玩笑的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伊讲，独敬畏耶和华的灵，敬畏耶和华的人，伊无要凭眼见、凭耳闻来论断。兄弟姊妹，耳闻论断，风声表面的，有当时判断拢是错误。真侪时阵，咱对表面的表象，咱会受到错误的误导。但是今日圣经讲，敬畏耶和华的灵，要互人不凭眼见，不听耳闻，是真正对伊的内面有一个会当监察、参透、看清楚的智慧，何等的了不起！亲爱兄弟姊妹，就算说咱无读真高等的学位，然后上帝的灵伫咱的内底，咱无容易互人欺骗。求天父上帝伫咱中间。第二，咱甲主祷告，主求你用你的圣心甲我行洗礼。我已经信主久久啊，但是今仔日每一个礼拜，主你的圣心拢甲我洗身躯，互我内面有清洁的心，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开车吼，你行动路若锁掉咧，你永远开袂到你要去的所在，对无？迄个行道路是需要安怎？不断的因为你的道路有一个调整的动作。人生的道路嘛是安尼，咱需要有上帝的圣神放伫咱的手中，修正咱的主张，互咱会当行伫上帝所欢喜真理的道路顶端。求圣神甲咱三合伫地，这个圣神咱虽然看袂到。但是，一旦伊进入你的活命内底，你会知影，你的生命无共款。所以，兄弟姊妹，你已经领受圣神，你嘛知这圣神伫你的内底吗？我捌问上帝讲，上帝为什么伊有我无？意思是讲，我兄弟姊妹伫教会礼拜内底有圣灵充满，我做牧师的人，我开无。上帝无对我讲话。但是，伊予我一个感觉，伊讲伫你少年的时阵，你捌为着你的人生，甲我祈祷，再给我一个机会。上帝讲，对迄个时阵开始，我的圣神从来都无离开你。你一路行来，人生到今仔日，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关键的时刻，迄拢毋是你的决定，是我甲你三合伫地。我甲上帝讲，上帝，我知啊。原来圣神是不知不觉当中圣神的最高。所以兄弟姊妹，愿这个圣神，你的圣神甲我的圣神是同一个，阿们吗？愿你的圣神嘛是我的圣神，因为咱是一神一主一灵。愿天父上帝伫咱的教会中间，互咱众人拢明白，圣神是什么种的上帝。伫今仔日，耶稣亲自所讲的话，伊讲耶稣定是伫个死了后，搁活受害了后，伊用真多的证据，伊出现伫众人的内底几啊摆，伫迄个中间因来表明讲，伊毋是死人的耶稣，伊是搁活的基督；伊毋是死伫十字架顶悬的耶稣，伊是一个搁活的基督。今仔圣经讲，伊活我显明，伊是我的耶稣，而且伊甲伊的学生一摆搁一摆，
搁再讲福音的信息，互伊的学生听。兄弟姊妹，愿这个各位主耶稣，甲咱三甲伫地，将伊的灵，放伫咱中间。耶稣讲，恁都要安静听候，圣神要降临伫恁的中间。圣神来，圣经记载讲，亲像贼，你毋知影什么时阵，袂使用贼来看见圣神。伊的意思就是，迄个时间若临到的时阵，有时你根本嘛毋知，毋知有两个可能，一种就是你享受了，你也毋知上帝是甲你祝福的上帝；一种就是咱错失掠条机会，迄个稳定。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耶稣讲，各位主耶稣也未到5旬节时阵，其实耶稣已经将圣神放伫伊的学生的内底。只不过伊的学生是还没有内化，迄个圣神有入伊的内面，但是因也未开始有能力通医病赶鬼，讲方言，讲做迄个宣教的语言，方言其实就是宣教的语言，因为圣经讲伊是无共款的国家的腔口，不同的语言。所以当因伫耶路撒冷讲起无共款的语言，开始讲方言了后。对全世界各所在来的人，因通过无共款的语言，因听到福音。所以方言是安尼。耶稣讲：“你领受圣神。”亲爱的姊妹，咱今仔日所有参加礼拜兄弟姊妹，咱拢讲：主，我需要圣神。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互咱明白，圣神是上帝主动互咱的。当咱也未有开始活命开始，迄个亚当，上帝主动将伊开分入伊内底，还佫伫惊吓的中间，戆野看到过耶稣过我，亲像看到魔神啊！伊讲敢是你？耶稣讲毋免惊，是我。耶稣的主动，上帝主动，上帝作为对古早到今仔日，拢是伊主动，伊主动来到敌堂。伊主动伫带敌堂中间，唤起咱的时代古早第一代的敌堂，咱的兄弟。后来因对原道得了福音，认捌福音了后，伊就决定要伫敌堂这个所在起礼拜堂。经过20年，才起一间礼拜堂。上帝所有的作为，拢是伊主动的。兄弟姊妹，6分，我阁讲一摆，你我拢有份。若愿意的人。我愿意的人，咱拢有份伫这个圣神的充满所带来的影响，会要互你无共款。脱胎换骨，兄弟姊妹，脱胎换骨足好讲，但是无容易做。真侪人信基督、信耶稣了后，无一定真正脱胎换骨，又保留一寡伊的祖先。又保留一寡伊的主张，我讲保留祖先的意思，就是讲原生家庭所留落来遐影响。我毋是咧讲迄个伫迄生命厅内底的神主牌啊，毋是。咱信耶稣了，有真侪主张，有可能过去的咱，甲今仔日的咱，也未完全当大人。求天父上帝以圣事圣真，互咱有清洁的心，有正直的心。做真正的基督徒，我顶摆讲到了后，包括刘玉明的款，有人伊讲，牧师有问咱讲，基督教的做人的标准应该要关过这个世间的标准，恁感觉对毋对？咱拢毋敢讲，因为咱都无能力通讲，我一定会当比这个社会的标准较悬。信一回事，做又搁另外一回事。但是，若有主的圣神甲咱三甲伫地，伊将清气的心、正直的心放伫咱的内面，咱就有意识到，伫迄个危险的时刻，咱该个引诱讲 no， 该个试探讲 no。所以有一个心理学讲，关键的3秒钟，你若看到一个色情的图片照过，你目睭马上走，你有的人是对伊咧走。因为咱要好奇讲，到底迄个影片到底最后的结局是啥物？
咱若看到无好，咱知影无好，3秒钟、2秒钟的原则就当下眼睛就远离虚假。圣神的功能就是安尼，这就是保守。一个会晓圣神的感动，目睭注神军队上帝基督徒，伊伫关键的时刻顶关，军队圣神得到开展。主帮助咱甲咱的囡仔，最后要甲兄弟姊妹讲，伸出咱的手领受，望咱的心祈祷，看咱的头壳祈祷，主改变我的心思意念，主你赏赐我健康的情绪，互我的心内无受搅扰。主的灵伫什么所在，什么所在就得自由。咱无有迄个无法脾气的自由，你同意吗？当咱若拄着不如意的代志吼，真侪人有的人较慢慢受气，较有修养，但是有的人马上拼出去啊啦，吼！兄弟姊妹，这是人啊，咱无容易，因为是咱的情绪是不容易受控。但兄弟姊妹，灵性是可以成长的，你相信吗？人的灵，人的性，人的灵命。顶礼拜牧师甲咱分享的，就是讲有灵命的生命。然后上帝圣神踮伫咱的内底，咱要无共款。今仔日的金句，圣神是上帝通过主耶稣基督大大降落伫恁的中间。这是白话字、罗马字的翻译。圣神是上帝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性命，以赏赐世间人，伊讲大大的降落，大大的降落。迄什么意思？像飞机降落吗？其实和本的翻译是讲浇灌，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就落雨，亲像落雨。上帝圣神亲像雨水，亲像活水江河。像春天的风，亲像日出的光，主的光照入咱的生命中间，咱的目睭就无搁再伫黑暗中看袂清楚咱所徛起的情景。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圣神的灌入什么意思？咱讲主，我需要你的事，上帝就进入咱的中间。主啊，我需要你的事，上帝就降临伫咱中。所以圣神灌压有4项，伫今仔日牧师要甲咱讲，圣神的灌压，伊最重要就是上帝降临。伊最重要咧讲就是上帝对天降临伫咱中间。圣神的降压就是上帝进入你的生命中。耶稣讲，上帝国临到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上帝临在。上帝临在这间教会，牧师若较甚至震撼万讲到上帝伊的圣神嘛，家己会做工，你相信吗？如果一个牧师是真有口才，但是若无敬畏圣神，伊的讲道有时会互人感觉真困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兄弟姊妹，圣神降临，等于上帝家己亲自降临。上帝降临伫圣经中间有真侪经文的描写，伊讲亲像日出的光，伊讲亲像耶稣基督的疼，大大的浇灌在我的内心当中，被爱的感觉。圣经充满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伊知影，伊的心内无搁再感觉孤单，上帝用伊的疼充满伫伊的内底，伊对迄个阵开始全心全意，因为安那，伊看到耶稣。愿天父上帝伫这个神圣的时刻，赏赐兄弟姊妹，当上帝降临一个人的内心的时，伊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内面这个人，伊爱同意上帝讲：上帝，对永远到永远，你是我的上帝。你心内爱欢喜讲：主啊，请你来，愿你的旨意得成，伫我的生命中间。亲像伫天里，这叫做内化。上帝祝福进入你的生命中间，你甲上帝讲：上帝，我将我一生的主张，拢交伫你的手中。兄弟姊妹，牧师毋知影你的主张是啥物，人人拢有主张，但是兄弟姊妹，
为着今仔日圣神降临这缘故，你搁一摆问你家己，伫我的一生的中间，我有甚物主张？上帝愿你的旨意，愿你的主张，加做我的祝福。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毋是铁学，是神学。铁学是人的主张，神学是甚物？神学是咧讲起上帝所讲的话，上帝的主张。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愿主耶稣教咱的祈祷讲：愿你的国临到，伫我的内面，亲像伫天顶。愿天父上帝教咱三下地地。当上帝国临到伫咱的心内，人的生命中间就有一个足清楚的，叫做神圣的良知。上帝伫你的内底，你看任何影片，拄则牧师咧形容迄个讲，伊刹那有一个短片照过，短语音照过，你若感觉迄个无好，你袂要追根到底去甲伊答，了甲伊对伊行，你会马上甲伊散过，因为这一个时刻。不是我应该要，互伊引诱。求天父上帝，伊将伊的国，佮我的主耶稣用40天的中间，佮继续伫伊的学生的面前讲上帝讲。愿天父上帝，伊伫今仔日，伊不但对咱讲上帝讲福音，伊将伊的国度，就是平安甲喜乐，上帝的国，放伫你的家庭。互你的家庭幸福，互你的家庭无乱糟糟，毋是干那伫你的家庭，每一个咱当信耶稣的兄弟，无论是老人囡仔，愿主的国度甲咱三合伫地，咱有平安甲喜乐，佮有就是生命的快乐。耶稣讲我是葡萄树，恁是葡萄枝，有无？葡萄树甲葡萄枝，迄个譬如是咧讲起，若无关系，迄个生命的力量若无接通，迄个好事讲永远是无水的。咱要管要压花，迄个好事讲一定爱开去水龙头，迄个源头一定爱开，迄个好事讲水才会出来。亲爱的姊妹，圣贤的充满的意思就是，重新将我们的生命连接在恩典的泉源，将咱的生命搁一摆连接伫稳定甲活命的起头。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祈祷，咱甲主讲，求你的圣神充满我。至圣的圣神，请你来，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邀请你，恳求你。阮知影你早已经伫阮的中间，亲爱的圣神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你的荣耀的面。亲爱的圣神，互阮的心，互阮的心跳，甲你一同心跳。亲爱的圣神，请你来，这是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
请咱三个来应答上帝的听，信诗467首，主要拯救同侪人，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坐，请咱准备奉献。
者平安礼，请陈牧师。咱要用这条诗歌来做咱这礼拜的平安礼，咱要用这条诗歌也来做咱的祈祷。咱用这条诗歌做咱的祈祷，伫祈祷的中间，咱也愿意，甲牧师做伙祈祷后，欢迎咱来到头前，咱做伙来领受圣神的同在。生灵，请你来，充满在这里。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的经历。生灵，请你来，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开我耳，让我更多认识你。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重你荣耀，荣耀归我主。亲爱的姊妹，咱也愿意做伙同心祈祷，搁一摆经历圣神的帮助，咱勇敢来头前，咱做伙祈祷，牧师陪恁祈祷。你若愿意领受圣神的充满，亲爱的姊妹，咱来头前，咱伫主的面前，甲主讲：主，我需要你。咱安静伫主的面前，用咱的心，用咱的心，来恳求上帝圣神甲咱相对。开我目睭，我搁甲声音。我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
求圣洁，圣洁归我主。尊重你荣耀，荣耀归我主。我不求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重你荣耀归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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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我主。我尊重你，我尊重你。我尊重你主，你是圣洁，你是圣洁，你是圣洁，你是荣耀主。我尊重你，咱来用这个时光继续，咱用这个时光做咱的祈祷。咱用祈祷，咱恳求主的圣神，甲咱撒个地，求主互咱，求主互咱。咱看袂到伊，但是伊甲咱撒个地地。咱看袂到伊，咱甲伊撒个，伊甲咱撒个地地。相信生命请你来，伫今世的时，咱静静充满在行对到咱的所在，咱静静对到咱家己的所在，用这条时光做咱的祈祷。更认识你，更深的经历，相信叫你来，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为我一口我过的灵那里，我就像个归我主，人我风中你扬手伫咱的形象，圣神要充满咱，这是咱的祈祷。做圣神，要听你内心的祈祷。千万里，爱情的调音，咱同情
到伫咱的座位，咱会当安静。改变我的心，互我看你，互我听你，我爱你的声音，我梦见圣洁，圣洁，圣洁。身边或者讲耶稣听你，圣神充满你；耶稣听你，圣神充满你；耶稣听你，圣神充满你。谢谢，耶稣爱你，青铜，耶稣爱你。
兄弟姊妹，礼拜无结束，咱继续伫你家己的厝，逐所在，你会当家己换手祈祷，毋免一定牧师祈祷，吼。你会当开始为你家己祈祷，圣神要甲你三脚对地，有牧师无牧师，圣神拢伫咱中间，吼。咱即时来即个欢迎今仔日伫咱中间的启荣牧师，甲陈崇发牧师，吼，两个陈牧师，吼，爸爸甲后生啊，咱伫遐，吼。启荣牧师，个陈崇发牧师，咱真欢喜甲耶稣听你，耶稣听你。咱来请如君姐来头前，吼，如君姐要去瑞士旅游，吼，咱来陪伴伊，求上帝互伊会当享受一个快乐的旅行。虽然即摆中东的即个飞机拢做有一寡安尼转机的问题。好明，你来甲妈妈做祈祷好无？我知影你无要去啦，你来牧师甲你祈祷，吼！我知影你无要去，妈妈要去，你来陪妈妈祈祷，吼！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吼！也我甲你伫地出去平安。主愿将你的查某囝如君交伫你的手中，主保守伊出外平安，一路有主你的圣手引带，互伊享受即个旅程的快乐。主耶稣感谢你，主求你的圣神踮伫伊心中，互伊看见上帝你所创造各种的水，伫真水的国家，看见上帝你真水的作为。主愿将方面交伫你的手中，主伊是你所听的囝儿，主愿将方面交伫你的手，求主你保守照顾，互伊伫出年的时阵，嘛当继续替妈妈祈祷，互因全家拢领受上帝你的平安甲祝福。我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性命，阿门。阿门。一路平安，耶稣照顾你。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吼，咱请生日的人来头前。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你嘛生日快乐！哦，一百播的哈。主耶稣，你的宝贝的孩子，主耶稣，我甲伊讲生日快乐！祝你享受一份最美丽的生日礼物，互你生命中间充满上帝你的喜乐。主耶稣，我将你的宝贝交伫你的手中。主耶稣，伊是你极大的疼，求你照顾伊，我将伊的家己交伫你的手中。主愿你面前安尼祈祷，我给他说性命，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哈！耶稣爱你，生日快乐，耶稣好。主愿嘛为着这礼拜要来的韩玲、镇定、春娇姐、志华，主愿恳求主你照顾这礼拜生日阮的亲人朋友，主你施恩所伫因中间。阮恳求主你会听，甲因三脚伫地，祝福因伫过来365日，主你享受你的圣神，带来智慧，互伊当成做生命的好管家，会当做一个享受人生的基督徒。阮伫你面前祈祷，我给所有性命，阿门。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吼，咱请师会来报告。请咱三个来看周报。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伫教会，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伫教会，早经班拜六早起9点甲暗时7点半伫线上。圣工的服侍下周诗会请尤丽芬执事领诗，请陈孝客、苏琴我本人书宪甲招待，请林安路甲刘医生执事，爱餐请郭依林执事。新安讲头前表照咱照即个顺序来灵修。集体交通第一，圣灵降临节鼓励兄弟拍开恁的心门，迎接圣灵的充满，呼求搁一摆来做清气的心，重新有正直的灵。第二，5月30拜六下晡2点半，妇女团契聚会，幸福到我家地点是伫细昌乡甲美姊的厝，请大家踊跃参加。
第3点生日有张涵玲、郑鼎、林春娇、陈继华愿上帝祝福因。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后出入，请会计人员来更正。内岛事项，请为身心欠安的庄人举甲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第2，为教会青年的身心灵、课业、升学、考试来祈祷。第3，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4，为出国在外的青年有刘玉明、林怡轩、刘玉君、陈恩君来代祷。咱来为海图兄孙大哥祈祷伊有发现小小的即个血管的阻塞即摆咧做观察医生咧做治疗咱来为祈祷。主，阮的兄弟身躯欠安，阮感谢你，伫第一个时刻伊就发现伊身躯的状况，感谢你，互苏荣杰真紧就陪伴伊。也云真紧就倒来出现陪伴爸爸。主伫即个检查的黄金时期，求天父上帝你超出医生的医疗的效果，主你互伊会当完全的恢复，互伊完全健康倒来到阮中间。主，阮的身躯是你所想事的圣殿，是敬拜的器具，也是上帝你的器具。主，求你照顾你家己的囝儿，互伊有平安。主，你通过医生，通过你的圣手，互伊得到上好的医治甲照顾。阮深信你是阮的大牧者，阮安尼恳求祈祷，我个耶稣的圣名，阿门。那三仔甲来念上因信息511首。阿乐上帝至关至尊，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祝祷。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神的相通，感动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之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灭得避讳。